香港神的教會係香港合法嘅註冊團體，由一群篤信聖經、熱愛生命嘅基督徒所組成。早喺60年代，本會已經喺沙田開展福音嘅工作。經過多年默默嘅耕耘，至今教會聚會人數已經超過7000多人，聚地方超過20處，足跡遍佈港九新界。會眾雖然超過7000人，教會卻係一個溫暖嘅大家庭。參加聚會嘅人，年齡上至80高齡嘅老人家，下至參加兒童團嘅小朋友。除咗工友、文員同埋學生之外，亦都不乏一啲專業嘅人士。喺福音嘅工作上面，我哋一向都係好熱心。喺近年嚟，曾經喺香港體育館、灣仔新醫館、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會堂、沙田大會堂、屯門大會堂同埋各區會堂舉行咗超過100次嘅大型佈道會。好多參加聚會嘅人因為接受咗福音，佢哋嘅生命得着咗美好嘅改變。我哋亦都喺93年開始舉行豐盛生命運動，盼望藉住文字、圖畫、幻燈、展板、表演、信息以及透過各項嘅服務同埋活動，使到全港嘅市民都能夠聽到福音，認識神，知道人生真正嘅意義。至於喺海外傳道方面，我哋亦都不遺餘力，至今喺6大洲超過20多個國家、60多個城市建立教會，足跡遍及美加、中南美洲、非洲、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澳洲、新西蘭、斐濟、尼泊爾、聖馬、印尼、菲律賓、台灣同埋澳門等地。喺98年，我哋更加喺非洲嘅馬達加斯加設立咗一所孤兒院，幫助當地一啲流離失所嘅孤兒。除咗傳道工作之外，本會亦都關注信徒傳人嘅需要，為信徒提供各方面嘅服務，例如婚前輔導啦、免費喪事服務、升學就業輔導同埋親子講座等。青少年學生可以參與功課輔導班同埋各類型嘅康樂活動。喺近年嚟，我哋積極協助一啲新移民嘅學生，特別為佢哋開辦一啲功課輔導班，反應亦都非常之良好。此外，我哋亦都非常注重遵行聖經嘅教訓，睇重信徒嘅品格同埋佢哋同家人之間嘅關係。本會嘅生命流出版社積極出版一啲幫助信徒嘅靈性同埋推廣福音嘅書籍、詩歌同埋影音製作，包括咗 VCD、錄音帶同埋錄影帶等。